美国职篮 NBA 多伦多暴龙今天主场迎战纽约尼克，台裔球星林书豪替补上场26分钟飙出20分、3篮板、2助攻，助暴龙中场128-92痛宰尼克。林书豪第一节在4分半左右接替劳瑞 Kyle Lowry， 不久后取得罚球机会，2罚1中攻下1分，第二节2罚全中进账2分。暴龙上半场火力全开，以73-54领先尼克。林书豪在第3节后半段上场，2度切入均得手。暴龙打完第3节时就以101-69遥遥领先，打得尼克难以招架。林书豪最后一节大爆发，攻下13分，全场11投7中攻下20分，全队最高。暴龙中场128-92轻取尼克。暴龙对西亚看 Pascal Siakam 19分外加8篮板，劳瑞15分、6篮板、8助攻，马克加索 Marc Gasol 贡献12分、11篮板双10。暴龙球星雷纳德 Kawhi Leonard 和伊巴卡 Serge Ibaka 今天都没上场。尼克方面，特里尔 Alonzo Trier 抢下全场最高22分，诺克斯 Kevin Knox 一助12分，达森 Damian Dotson 11分。尼克苦吞最近10场球的第9败。